我哋記得到咧，呢個嘅亞比亞王，佢都係咧猶大國嘅其中一個王，大衛其中一個嘅子孫。佢咧當面對呢個嘅以色列國後期咧一分為二，因為神咧講過，因為咧所羅門王咧喺年老嘅時候咧，去離棄耶和華神嘅時候，去拜呢啲嘅外邦女子嘅神嘅時候咧，佢話咧佢會咧去收翻嚟，即係咧留翻一個嘅支派咧係俾大衛嘅後代，而另外10個支派咧，當時咧就落咗喺咧神所揀選一個叫耶羅波安嘅以色列人當中，而佢咧唔係大衛嘅後代。自此之後咧，已經成為咗兩國嘅局面咧，時有咧嘅爭戰。而咧呢個嘅亞比亞王咧，就係咧經常以呢個嘅耶羅波安咧，因為以色列王咧去爭戰。但係你記得到咧有一次嘅爭戰嘅裏邊咧，當亞比亞王咧，佢咧只係有40萬嘅軍隊。而咧耶羅波安有80萬嘅軍隊咧，輕兵嘅人嚟攻擊佢嘅時候咧，佢咧係一個倚靠耶和華嘅王。當其實兩軍對陣咧，亞比亞王咧就對呢個耶羅波安王話啦：喺我哋呢度咧有耶和華自己祭司，佢係按着咧耶和華嘅律法咧，利未嘅支派咧所設立嘅。並且我哋有耶和華嘅聖殿喺當中，按着耶和華自己嘅吩咐，我哋咧係敬拜耶和華。但係咧，佢話耶羅波安，你哋咧卻咧去違背神自己嘅話語、律法、誡命。你竟然咧去咧，凡係呢啲國民咧願意做呢個嘅祭司咧，你唔聽耶和華嘅話咧，你竟然咧任佢哋去做呢個嘅祭司，並且你設立咗呢啲金牛嘅犢呢啲嘅偶像。佢話咧，你哋違背咗神，亦都吩咐以色列人話，佢同大衛立下嗰個嘅永不改變嘅約，使到咧大衛咧佢嘅後代治理以色列國。而家你反而倒波咧嚟到攻擊咧大衛嘅後代，佢喺呢度咧以神自己咧喺當中嗰個嘅角度咧去責備咧呢個嘅耶羅波安同埋呢啲離開神嘅以色列民。咁當時咧去求耶和華咧親自嘅喺呢場嘅爭戰上邊咧去幫助佢哋得勝呢個咧雙倍人數嘅敵人，因為對方有80萬嘅大軍，所以當時咧耶和華咧聽咗咧亞比亞王嘅禱告，將80萬其中嘅50萬咧呢啲嘅猶大國嘅大軍咧，讓佢哋咧廝殺。從今以後咧呢個嘅耶羅波安咧剩翻30萬，佢咧就唔能夠再一次咧成為咧呢個猶大國嘅威脅，並且咧耶和華神咧喺個場戰爭之後咧，亦都擊打咧耶羅波安，咁佢就死咗啦。咁我哋睇一見咧亞比亞咧係其中一個咧大衛嘅子孫，耶和華神咧點樣與佢同在，佢都點樣咧去跟從咧耶和華。